文字配声音，读册轻巧记忆深。欢迎收听台文读册会记录报道。我是未学台文以前毋捌第8条的慧玲。这集是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第一篇小说集，2022年7月10号第13回的记录报道。要读的小说是《失乐园》，收伫第一篇小说集第一本《阿春无罪》第47页到48页。阮读册会真荣幸，陈瑞先逐个月会来一摆陪阮读册，所以阮读小说拄着问题，通直接请教。伫即集，我要分享陈瑞先开破伊为虾米要写即篇小说，佮有写作的手路。我嘛会小解几个爱注意的字词。顶一集讲过，医学系出业的预备军官，互派去东引的野战病院。伊的工课包括甲831的查某人做身体检查。23号查某人无染着性病，煞用医官互伊休困。预备军官无通用。有一暗，831半暝叫急诊，是23号查某人腹肚痛。医官判断可能是子宫外有sinh，野战病院无法度处理，爱送去金门。有一句俗语讲：做戏的要煞，看戏的毋煞。阮读陈瑞先的小说，就有即款镜头。阮定定问先呢，故事到底是真的，抑是伊家己编的？陈瑞先讲，《失乐园》这篇小说的故事是真实的。故事内面的医官，就是陈瑞先伊本人。伊伫第50页的注解，嘛有说明为虾米伊要甲这个故事写出来。伫台湾的中国人用慰安妇的代志来骂日本人，其实上无资格批评日本人的，就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应该去做同款，甲台湾查某人送去金门建地做慰安妇。陈瑞先台大医学院出业，伫东引野战病院做兵。东引遐个代志，外口真少人知。陈瑞先甲伊亲身接触831的查某人的经验写出来，要互大家知影。接落来，我要分享陈瑞先写作真要义的代志，就是台语的音感。47页有一句是真好的咧，这句我先来读一下。实在，这个孤单的海岛暗时看起来较平安，比日时较水济。为什么是比日时较水济？敢毋是水较济咧？陈瑞先安尼开破，无毋对，普通是讲水较济，调工写作较水济，是考虑声调、音节。陈瑞先感觉较水济的音乐较顺 ，melody 较柔软；但是水较济，感觉较重。这段描写海岛的夜景，要用较水济的 melody， 影响读者目睭内的印象，互景加较柔软。同款字，同款意思，毋过声音节奏无共的时阵，景就无共啊。大家会使两种拢念看卖，听看卖音感敢有无共？陈瑞先强调，台语是足有音感的语言，写济了后，你自然会对音调的节奏去找字。读者和作者若对这点注意，就感觉会出来。这是台语特别的所在，是台语文学袂使无去的物件。陈瑞先嘛捌讲过，文学有一个足要紧的作用，就是保存语言真水上结晶的所在。写作通互语言愈活愈金愈水，这就是文学的效果之一。过来
佫来分享4个阮请教陈瑞仙的问题。陈瑞仙是安怎开破的？第一个问题第44页，亲像北山驿这个所在，议长就有特别交代，我袂使去买票。反共救国军每一个单位2礼拜轮一摆去遐买票佚佗，因平仔话叫做打炮。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病院院长规定医官袂使去北山驿买票？敢是因为医官负责检查身体有利益冲突的问题？陈瑞仙讲，迄当阵伊比军官拢袂使去买北山驿的票，可能是袂要互伊比军官知影伤侪代志，嘛有可能是避免职业军人和伊比军官为着查某人的代志起冤家。第二个问题，政治作战部规定，北山驿的查某人拢爱接受卫生检查，这个检查的头路，医官爱去做。第45页，故事安尼写。毋过，这个头路事实真复杂，无简单，又阁有生死遮大的责任。我拄则来戆戆拢毋知。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检查北山驿的查某人的头路有生死的责任？迄当阵性病敢毋是已经有药通医？陈瑞仙讲，故事尾23号查某人因为子宫外有心变火，就是一个牵涉生死的例。另外，北山驿的查某人若停票，病仔可能会无欢喜，去摸歹去断枪，嘛会牵涉生死。北山驿的查某人会使卖票，还是袂使？毋是单单医学的决定，有更较复杂的考虑。另外，48页有写，23号查某人腹肚痛，医官判断是子宫外有心。陈瑞仙讲，着即款病，真侪是因为生管有病。查某人若着过性病，生管较袂顺，卵子经过会塌条。这暗示23号查某人可能职业的缘故，着过性病。所以性病毋是有药仔通医遮简单的代志，会有其他的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第46页，有一个病仔姓蒋，跋筊相拍，枪子碰着骹，小可伤着尔，住院却毋出院，佮威胁医官袂使互伊买票的查某人停票，牙拐也要讲医官。你哪里来的臭小子！我蒋光怕你！他妈的，老子干掉你！迄个病仔姓蒋，敢是暗示？先来讲，病仔姓蒋是有目的的。什么目的？互读者家己去想。第四个，第48页，23号查某人伫病院等候送的时，有一个病仔来照顾伊，规日伫病房毋走。听讲即个病仔毋捌买别号的票，嘛有人讲伊精神无啥正常。医官安尼想，即个老兵敢是甲23号看做伊毋捌有过的亲人，伊精神上的某，伊的查某囝，伊的老母。但是伫遮即个失落放杀的海岛，倒一款才是正常的人？遐个2礼拜买一张票去佚佗的兵仔，也是即个伫家己幻想的头壳内制造一点仔温情甲亲情的老兵咧。陈瑞仙讲，伫遮即个失落放杀的海岛，倒一款才是正常的人？即句是即篇小说的中心，对作者来讲是上拄着心肝的话。作者提出问题，无答案，互读者家己去想。先来嘛讲，伫实名也是专制的体制，互人感觉
反社会、奇怪的人，颠倒是正常的人。譬如讲，伫中国，讲政府歹话的人会互关入去精神病院。社会上大多数掂掂的人是正常，还是批评的人较正常咧？这个正常无正常的主题，伫起社会迄篇小说也有出现。起社会伫阿春无做这本的24页到31页。另外48页即句，这个失落放杀的海岛，嘛互咱想到伫831互人糟蹋的查某人。共即页48页有写23号查某人住院的时，医官问伊：“你叫做啥？”我23号，伊安尼应，那像伊嘛袂记家己的名，就是讲831的查某人，互人放杀伫即个海岛，变做互人吞大的工具，干焦剩号码，连家己的名都袂记住啊！袂记家己的名，这敢有就是咱台湾的处境咧。但雷先嘛讲，即马台湾伫政治虽然有民主通选总统，其实文化上咱还是二等、三等国民，根本连讲话、听话的权利拢互绑架，还是实名体制。文化上，台湾嘛会使讲是失落放杀的海岛。以上是小说的讨论，接落来是字词小解。先来讲几个暗散病的语词。第一个，淋病，英文是 gonorrhea。第二个，梅毒，英文是 syphilis。第三个，生菜花，毋过先呢可能离开台湾伤久，伊毋捌听过生菜花，伊又是亲像西兰册啊迄款物件。到顶会解说是尖头虱疣。第四个，生栓啊，就是咱照车着病发炎，无一定是倒一种。Embry 字典讲英文是 bubo。再来小解48页的两个字词。第一个，军难。尾啊，电话拍几若通，才安排明仔暗一只临时来的军难顺路送去金门。军难这个词，台日大词典和教育部词典拢有收。有人讲军舰，应该是互中国话牵去的缘故。第二个，有一个老炊事兵，嘛是炮兵单位的，规日坐伫病房毋走。炊事兵是中国话，台语是火头军。最后提起一个目睭爱闭互紧、看互明的所在，毋过毋是伫失乐园这篇，是伫前一篇小说《The Unspeakable》。第41页有一句安尼写：暗暝梦到单因先生来甲我讲话，入去先去甲先生娘通知。阮问先呢，敢是梦到单因先生来甲我讲话，毋是单因先生来甲我讲话？但雷先讲，伫即句是单因先生来甲我讲话 ，K.A. 第7条，毋是甲我讲话 ，K.A.H. 第4条。甲我讲话，甲我讲话，语气小可无相。甲我讲话第7条是强调某物人是针对我伫讲话，伊对我的面甲我吩咐。甲我讲话第4条是讲你甲我做伙开讲，讲来讲去。有当着啊，甲我讲话，甲我讲话无分左右，毋过有当着啊，袂使对换。可比讲，
你甲我吩咐，第7条才对。若讲你甲我吩咐，第4条就毋对啊。以上是即摆读册会记录报道。恁若要参加单雷台语文学读册会，请甲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联络。咱后回再会。